選出佢哋嘅菜園，升到冬瓜藤嗰度，蹲低，推咗攞啲啦啦助人手指咁大嘅油瓜。而家係6月中，花開咗1個禮拜，你覺得自己做晒所有嘢，賺水準時，肥都落咗，藤生得靚，葉又大又累。你心嚟，好啦，等佢大咯，到8月就有收成。但你唔知嘅係，呢啲油瓜入面有一半已經注定大唔起，唔係因為你之後會做錯啲咩，而係因為你係過去呢幾日已經錯過咗一樣嘢，一樣節物只會咁你一次機會嘅嘢，而呢個機會針個星期就會永遠嚟埋。你唔係第一個。去年你隔鄰鄰居種咗成排冬瓜，追肥追到8月尾，但收返嚟嘅瓜個個得碗公咁大。佢話係品種問題，唔係。前年你自己試過另一隻種子，結果一樣。瓜係有，但細到你都唔好意思同人講。你開始懷疑係咪自己土唔夠肥，水唔夠多，陽光唔夠猛？全部都唔係。問題係你一直以為冬瓜嘅大細係後期先決定，所以你將所有心機都放咗喺錯嘅時間，而真正決定個瓜會有幾大嘅時刻，你根本冇留意過，因為冇人同你講過。因為呢個知識從來冇喺肥料包裝紙上面出現過，因為知道呢一件事嘅人，佢哋唔係賣肥嘅，所以冇人會推廣。你唔係你嘅錯，你只係就輸咗。但本書係賣肥嘅人寫嘅，唔係話佢哋你，而係佢哋買緊肥，所以佢哋會強調肥點樣令瓜大。唔會強調有啲嘢係肥解決唔到嘅。你去農資鋪，老闆會同你講高管肥幾好，寶果子幾掂，野面肥點樣吹大瓜。佢唔會同你講有一個窗口詞，過咗之後你買幾多嘢都冇用。唔係佢想你錢，佢自己都未必知，而係成個血統就係咁運作。有得賣嘅嘢會不斷進寬，冇得賣嘅嘢會慢慢消失。而你手上嗰啲油瓜，佢哋嘅命運其實喺你未買肥之前已經寫好晒。我而家會同你講清楚3樣嘢。第一，你會知道點解冬瓜嘅大細唔係靠後期追肥，而係靠開花之後頭1個禮拜入面一個你睇唔到嘅生理訊號。冇呢個訊號，植物根本唔會投資落個果度。第二，你會知道自己過去幾年做錯咗咩嘢，而呢個錯誤睇落好合理、好正常，甚至好專業，所以你從來冇懷疑過。第三，你會拎到一個4步確認，話你知今個星期仲做唔做得切，咁樣做幾多，唔係理論，係明日就用得嘅動作。記唔記得你阿爺個菜園？佢從來唔買肥，泥又草又硬，但佢啲冬瓜年年都大過你隻手你隻手臂。你以為係佢運氣好？唔係，佢知道一樣嘢，可能佢自己都講唔出原理，但佢知道係邊個時間做邊樣嘢。而你索西書本嘅方法，反而將最關鍵嗰步漏咗。地反條數，膠緊水溶肥1包60蚊，包果子1支80蚊，料面肥2、3種加埋120蚊。你話要吹大瓜，
所以你買齊晒，由7月開始，每個禮拜噴，每2個禮拜追，噴到8月尾，肥錢加埋成300蚊。但你啲瓜最後得2-3斤重，你隔籬個伯伯1毫子肥都冇落過，佢啲瓜8斤起跳，因為佢做咗一樣嘢。呢樣嘢你以為唔重要，但其實係成件事嘅核心。你唔係買少咗肥，你係喺錯嘅時間用錯嘅方法去補救一個已經冇得救嘅問題。因為個問題唔係出喺好奇，而係出喺最初嗰幾日，當你以為尾都未開始嗰陣，夏蟲水一寄落嚟又係200-300蚊，因為你經蟲會影響個瓜，但你唔知道真正影響個瓜大細嘅，真正影響個瓜大細嘅唔係蟲，而係你係開花嗰陣有冇做亮一個動作？做亮咗，瓜會自己同你講佢想大，植物會將所有資源跳過去。錯咗或者冇咗，植物會當呢個瓜係次貨，唔會認真投資。你之後點補都只係將一個細馬瓜養到佢嘅上限。而個上限一早已經鎖死，你花咗成600蚊一寄去養一堆天星細馬嘅瓜，而隔籬個伯伯用咗0蚊去做量我一步，之後咩都唔使理，都大過你。而家問題嚟啦，如果呢啲咁簡單、咁平、咁有效嘅方法真係存在，點解冇人同你講？答案係一個人嘅故事入面。係當你聽完呢個故事，你就會明白點解有啲知識會消失。但係講呢個故事之前，你要知道一樣嘢，因為10個人入面有9個，就算聽完成個方法，都會犯一個錯。呢個錯睇落好合理，感覺只係對植物好，甚至你會覺得係專業做法，所以冇人會發現自己做錯咗。直到8月中，你見到啲瓜開始挺大，表皮開始走，你以為係天氣問題或者品種問題，但其實係你喺6月尾做咗一個睇落朗，實際上會摧毀成個收成嘅動作。睇到最尾，諗到會講點解。1976年，廣東順德有個農技員叫陳志明，佢負責我條村入面30幾戶菜農嘅技術指導。今年春天，佢發現一樣好奇怪嘢，同一批冬瓜種子，同一片地，隔住一條田基，左邊嗰戶年年大瓜，右邊嗰戶年年細瓜，差距大到你會以為佢哋種緊2隻完全唔同嘅品種。佢問2家人點種，肥料一樣，賺水一樣，整枝一樣，連落種時間都一樣。唯一唔同嘅係，左邊嗰個阿伯每年6月都會用成日時間喺瓜棚入面做一樣嘢。佢話係佢阿爺教落嘅，但佢講唔出點解要咁做。陳志明跟住佢做咗1日，之後返去自己試驗田試，結果嗰年佢啲冬瓜平均重量由4斤幾跳到7斤8，增幅超過60%，而佢冇加過1粒肥。佢寫咗份報告，交咗上去農科所。報告入面有數據、有對比、有相片，甚至有其他3條村嘅盡幅試驗結果，全部都係同一個結論：冬瓜嘅大細唔係後期追肥決定，而係開花後頭10日入面一個好簡單嘅人手動作決定。呢個動作唔使錢，唔使工具，唔使學歷，
但會直接影響節物內部一個頓號術筒，而呢個術筒一旦踩動，節物就會將個瓜當成值得投資嘅對象，細胞分裂會加速，養分會優先調配，最後個瓜會大到你唔信。報告交咗上去之後，冇人理，唔係話佢哋唔信，而係冇人覺得呢樣嘢重要到要推廣，因為推廣呢個方法唔會帶嚟任何收入，冇肥料廠會贊助，冇融資公司會支持，冇人可以靠佢賺錢。陳志明第2年照咗去另一個鎮，報角留喺檔案庫入面，20年冇人打開過。而我條村入面識做嘅阿伯慢慢老去，佢個仔移咗民，冇人呢個記住。到90年代，成條村都唔記得點解以前啲瓜會咁大。10年之後，台灣一個農業改良廠都做過類似試驗，佢哋用咗更精密嘅儀器去量度冬瓜開花後頭2個禮拜入面嘅細胞分裂速度同激素水平，結果同陳志明嗰份報告一模一樣。但我份研究報告都係靜靜地躺喺學術期刊入面，冇人睇，因為冇人會專登去揾一篇講點解唔使買肥都種到大瓜嘅論文。不過 like 陳志明，我應該要有人記得。而家講返植物內部發生緊咩事，你要明白，冬瓜唔係一開花就會自動變大，佢要先收到一個信號，呢個信號會話佢植物知呢個果值得投資。信號來自邊度？唔係泥，唔係肥，而係種子。當雌花授粉成功，花粉入到株頭，受精完成，胚珠開始發育成種子。而發育中嘅種子會釋放3種激素：生長素、切毛素、細胞分裂素。呢3種激素會一齊向植物發出命令：呢個果已經受精，可以全力橫裝。植物收到命令之後，會即刻將呢個幼瓜升級做優先供應對象。糖分會跳過去，水分會跳過去，養分會跳過去，而最關鍵嘅係細胞會開始瘋狂分裂。你要記住，細胞分裂同細胞膨大係兩回事。細胞分裂係起樓嗰陣落地基，決定可以起幾多層。細胞膨大係起好框架之後撐大啲房。如果地基只係細，之後你點加料點追肥，都只係細屋裝豪裝，唔會變豪宅。而冬瓜嘅細胞分裂高峰期只係得開花之後頭7日到14日，過咗呢段時間，植物就會轉做膨大模式。到嗰陣你先至追肥，其實只係幫緊一個已經定咗型嘅細果角大少少，你永遠都追唔返嗰啲冇分裂到嘅細胞。點解你啲瓜會細？唔係因為你後期唔夠肥，而係因為你係最初嗰幾日冇估到植物一個夠強嘅信號，信號唔夠強，細胞分裂就會慢、會少、會落。最後嘅瓜嘅天花板一開始已經鎖死咗，你之後做咩都只係喺天花板以下光澤。呢個對你而家意味住咩？意味住你手上嗰啲立立坐緊嘅幼瓜，如果佢哋喺過去1個禮拜冇收到夠強嘅信號，佢哋已經冇得救。你可以繼續擔水，繼續追肥，
繼續做晒所有書本教你嘅嘢，但佢哋最好都只會係一堆細瓜，因為佢哋嘅細胞分裂倉口已經死埋，而呢個倉口一生人只會開一次。而家有一個錯誤，10個人入面9個都會犯。佢哋聽完成個道理，知道要授粉，知道要留撈節位，知道要補葉，但佢哋會做一樣嘢，呢樣嘢睇落好合理、好專業，甚至好似係對節物好，但其實會直接摧毀你立立建立起嚟嘅信號系統。呢個錯誤係咁嘅，你見到柚瓜坐穩咗，你好開心，你覺得而家要集中營養啟個瓜，所以你開始大手剪葉，你剪走啲你覺得太密嘅葉，剪走啲你覺得太老嘅葉，剪走啲你覺得會遮住個瓜嘅葉，你覺得咁做會令個瓜得到更多陽光、更多空氣、更多養分。你覺得自己做緊立嘅事，但你唔知道嘅係，柚瓜頭1個禮拜最需要嘅唔係陽光直射，而係葉片供應嘅糖分。細胞分裂需要大量能量，而呢啲能量唔係來自嚟肉面嘅肥，而係來自葉片即時製造嘅糖。你剪走葉，就等於喺工地嗱開工嗰陣拆走兩棵。節物會即刻收到一個信號，資源不足，唔好再投資落呢個果。細胞分裂會減慢，激素信號會減弱，最後個瓜會停喺一個好細嘅齒輪，而你會以為係品種問題、天氣問題、蟲害問題。你唔會料到係因為你係6月尾剪咗幾捆葉。你點樣知自己做錯咗？你唔會即刻知。柚瓜表面睇落仍然係綠色，仍然係生長緊，但去到7月中，你會開始發現佢哋嘅生長速度慢咗。去到8月初，你會發現佢哋嘅表皮開始出現細細嘅皺紋。去到8月中，你會發現佢哋停咗大，而你角領個薄薄啲瓜，仍然係每日都膨大少少。你會以為係你水唔夠、肥唔夠、陽光唔夠，你會開始狂追肥、狂摻水，但冇用，因為問題唔係出喺而家，而係出喺6月尾嗰幾日。當你以為自己做幾專業整枝嗰陣，線低係留言，你有冇試過係柚瓜坐穩質之後即刻剪葉？講埋你邊區，睇下有幾多人做過同一樣嘢。而家係確議4個步驟，全部都要喺今個星期內做晒，過咗就冇用。第一步，人工授粉，唔好靠蜜蜂，因為你唔知佢哋有冇做足。頭早6點到8點，雌花拉開，摘一朵雄花，撕走花瓣，將花粉直接落株頭，輕輕潑3下，確保花粉強實。一朵雄花可以授3到4朵雌花。做完之後，用條軟鞋在花柄度綁個記號，等你知道邊啲瓜係你親手授過粉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蜜蜂可能會飛漏，可能會帶污垢花粉，可能會俾雨打斷，而你唔會知。但如果係你自己做，你會知道每一朵雌花都收到足夠嘅花粉，受精會完整，種子會開始發育，而發育中嘅種子會釋放出那3種激素。
那3种激素会一起向植物发出命令，花鬼可知哪个果值得全力投资。第2步，保野。由授粉挪日开始计，内来14日肉面，无好捡走幼瓜，上面同下面各3块野。那6块野还个瓜个粮残，苦地会及时制造糖分，直接供应归拉拉开始分裂个细胞。你捡走1块，细胞分裂速度就会即刻跌。你捡走3块，植物会当哪个瓜还次货，无会再认真投资。你可以捡走其他位置个老叶、黄叶、病叶，但那6块叶，就算苦地抬落给走、给遮光，都无好预扩的，因为扩地个任务无害边，而还在最关键那14日人面不停制造能量，推动细胞分裂去到最高峰。第3步，控水。好多人以為幼瓜要大就要狂摻水，但其實那拉相反。幼瓜坐穩白過，你要幾少少壓力佢，等泥面砍到微微發白先至摻反，而唔係熱淋到失晒。點解？因為輕微嘅水分壓力會逼植物將更多資源調去個果度，而唔係調去生天新嘅枝葉。你熱摻到失晒，植物會覺得環境好舒服，佢會優先生長營養器官，即係枝同葉，而唔係生殖器官，即係個瓜。佢果你會見到藤越生越長，葉越出越多，但個瓜就停喺度唔大。等到第8熱之後，你先至開始正常摻水，嗰陣細胞分裂已經去到尾聲，植物開始轉作膨大模式，你摻水先至會真正幫到個瓜谷大。第4步，唔好追肥。呢個係最難守嘅一步，因為你會好想做啲咩，你會覺得唔落肥就係領，就係唔專業。但你要記住，細胞分裂唔係靠氮能緊，而係靠激素換號同即時糖分。你係呢個階段追肥，特別係追氮肥，植物會將資源調去生長枝葉，而唔係調去分裂細胞。你會見到藤生得好旺，葉生得好大，但個瓜就細細果，因為你計錯咗換號。你話佢植物知而家係生長期，唔係攰假期。植物會聽你話，佢會將個瓜當成庫存成分，唔會認真投資。等到第15熱之後，細胞分裂倉口冧埋，你先至開始追肥。嗰陣你追嘅肥先至會真正去到個瓜度，幫佢膨大。呢4個步驟，全部都係喺同一個邏輯入面運作。你唔係喺放植物，你係喺同植物溝通。你係話估佢知，呢個果係你嘅優先任務，將所有資源調過去。而植物會聽，但前提係你要係朗嘅時間，用朗嘅方法去講。你遲咗講或者講錯咗，植物就會當你冇講過。佢會繼續用佢自己嘅節奏去生長，而佢自己嘅節奏係唔會優先投資落個瓜度。而家將所有嘢串翻埋一齊，人工授粉係信號嘅起點，你確保受精完整，種子開始發育，激素開始釋放，植物收到命令，知道呢個果值得投資。補嘢係能量嘅保證，你確保糧倉完整，糖分即時供應，細胞分裂有足夠原料，唔會中途斷糧。控水係資源嘅調配，你佢少少壓力，逼植物優先照顧個瓜，而唔係分散資源去生長枝葉。
唔追肥係信號嘅純種。你唔會錯誤指令，唔會令節物以為而家係生長期，佢會專心做好結果呢個任務。4個步驟，4個機制，全部都係喺同一個窗口入面發生。開花之後頭14日，呢14日係冬瓜一生入面細胞分裂嘅唯一高峰期。過咗之後，節物會轉作膨大模式。你之後做滅，都只係膨大一個已經定咗型嘅細果。你永遠都追唔返嗰啲冇分裂到嘅細胞。你永遠都種唔出一個真正嘅大瓜。每當你做落嘅4步，你會發現一樣嘢從你嘅救活清單入面消失。補果子，你唔再需要佢，因為你嘅瓜唔會掉。佢哋收到高強嘅信號，節物會自己保住佢哋。膨大節，你唔再需要佢，因為你嘅瓜已經有足夠嘅細胞數量，佢哋會自己膨大。澆灌水用肥，你唔係唔需要，而係你會喺鬧嘅時間先至用喺膨大期而唔係分裂期。你會用少一半，但效果會好一倍。你會發現你一季可以賺翻成400蚊肥料錢，而呢啲瓜會大過你以前用盡所有肥料都種唔出嘅次春。而家你面前有2條路。路 A， 你繼續用你以前嘅方法，等蜜蜂自己授粉，等幼瓜自己坐穩，然後開始追肥、剪葉、狂灌水。你會覺得自己做緊所有應該做嘅嘢，你會買齊所有肥料同壓水，你會每個禮拜都好忙。但去到8月中，你會發現你啲瓜同幼年一樣細個。你會怪天氣、怪品種、怪蔥。你會諗住下年試過第2隻種子，但啲果會一樣。因為問題從來都唔係出喺種子，而係出喺你錯過咗一個窗口。路 B， 你整個星期開始做呢4步。你朝早6點起身去授粉，你數清楚邊6缺葉唔可以剪，你忍住唔好日日看水，你忍住唔好而家追肥。你會覺得自己好似做得好少嘢，你會覺得好唔客觀。但去到7月中，你會見到你啲瓜開始同隔籬個白白啲瓜一樣，每日都膨大少少。去到8月尾，你會收到你種冬瓜以來第一次見到嘅次春。你會拎住個瓜影相，你會唔信。原來自己一直都種得出，只係以前冇人同你講要喺邊個時間做邊樣嘢。晒低係留言 A 定 B， 然後解釋點解，唔係解釋俾我聽，而係解釋俾你自己聽。因為當你用文字去講出你嘅選擇，你會聽到自己內心真正扭緊美嘢，再寫埋你種緊幾多顆冬瓜，同埋你係邊區，等其他人知道呢個方法喺唔同地方都做得到。而家蹲低，行埋去你哋幼瓜嗰度，將手指放喺個瓜嘅表皮度，你會感覺到佢入面有啲嘢正在發生。你睇唔到，但佢哋真係倒發生緊，細胞正在分裂。每一個細胞分裂成2個，2個分裂成4個，4個分裂成8個。呢個過程會持續14日，而每一次分裂
都係可為呢個瓜嘅最終大洗落地機。你而家做嘅每一個動作，都係同植物講，呢個果值得你全力吐籽。當你做人工授粉嗰陣，你做緊嘅唔只係將花粉送入柱頭，你做緊嘅係確保一個完整嘅受精過程。你係確保種子會健康發育，而發育中嘅種子會釋放出我3種激素。呢3種激素會一齊向植物發出命令，話佢知呢個果已經受精，已經有未來，值得佢將所有資源跳過去。你規範植物佢本來就有嘅能力，分辨邊個果值得投資，而唔係靠你好奇用肥料去逼佢做一啲佢根本唔想做嘅嘢。當你保住我錄落嘢嗰陣，你做緊嘅唔只係留住啲嘢，你做緊嘅係保住一個即時嘅能量供應系統。你係確保細胞分裂唔會中途斷糧，你係確保植物唔會收到資源不足嘅信號，你係給植物一個信心，話佢知你有足夠嘅糧倉，你可以放心投資。你規範植物佢本來就有嘅節奏，用即時製造嘅糖去推動生長，而唔係靠你好奇追肥去補救一個已經錯過咗嘅時機。當你控水嗰陣，你做緊嘅唔只係少存啲水，你做緊嘅係佢一個輕微嘅壓力信號。你係話佢植物知，而家唔係舒服生長嘅時候，而家係要集中資源去做最重要嘅嘢。你規範植物佢本來就有嘅智慧，係壓力之下優先保護生殖器官，而唔係靠你好奇狂乾水去逼佢做一啲佢根本冇準備好嘅膨大。當你唔追肥嗰陣，你做緊嘅唔止係存錢，你做緊嘅係保持信號嘅循進。你係確保植物唔會收到錯誤指令，你係俾植物一個清晰嘅方向，話佢知而家係結果遲，唔係生長遲。你計反植物佢本來就有嘅判斷力，知道邊個時間做邊樣嘢，而唔係靠你後期狂追肥去補救一個已經分散咗嘅資源。力量唔係喺肥料入面，唔係喺角水入面，唔係喺任何你可以買返嚟嘅嘢入面。力量係喺你明白植物點樣運作，你明白佢哋需要咩嘢信號，係邊個時間需要，點樣久。你明白之後，你會發現你唔再需要買咁多嘢，因為植物本身已經有晒所有能力，佢只係需要你喺 live 嘅時間做 live 嘅嘢，給佢一個清晰嘅方向，然後放手佢去做佢本來就識做嘅嘢。如果你想知道仲有邊啲作物都係用同一個邏輯，如果你想知道仲有邊啲窗口你一直都錯過咗，留喺呢度。下一條片會講番茄點解會裂果，同埋點解你係開花嗰陣做嘅一個動作會決定佢8月會唔會裂。跟知道路，批佢去往。